向家係香港江湖中公認嘅龍頭家族，其麾下嘅新義安社團，據說喺巔峰嗰陣有成20幾萬名成員咁多，佢哋嘅家族充滿咗神秘色彩。喺九龍城寨有一棟舊屋，已經有近100年嘅歷史，呢個就係向家嘅老宅。向家嘅第一代龍頭向前，曾經統領咗好多新義安嘅兄弟，斥責九龍城寨，號稱九龍皇帝，威風凜凜。向前有4個老婆同13個仔女，佢哋曾經都喺呢度生活，啲細路都喺呢度成長。向前嘅4個老婆分別係大太太葉青、二太太林慧英、三太太陳學雲同田房太太鍾金。向前外加4房妻妾，13個仔女，同住一棟樓，唔難想象宮鬥劇嘅戲碼喺呢個家庭入面經常會發生。曾經喺一次採訪中，向前嘅孫輩就講過，佢哋雖然出身於大家族，非但冇撈到一啲好處，反而要頂住家族名頭帶嚟嘅壓力同困擾。佢哋無論係喺商業上同社交上，都經常因為家族而引嚟不必要嘅麻煩，比普通人過得更加艱難。向華玲係新義安社團嘅龍頭千金，對於外人而言，佢嘅身份令人敬畏，但佢唔中意晒命，一直保持住低調嘅作風。佢冇因為家族嘅威名而受到牽連，但佢嘅命運亦不如人意。佢嘅一生充滿咗波折同苦難，最後孤苦伶仃。向華玲出生喺向家嘅老宅入面，佢係大房太太嘅女，享受住富貴同榮華。佢自細就有人伺候，一日3餐都唔使憂，穿戴華麗，冇諗到喺晚年，竟然變成咗一個無依無靠嘅老人。有一次，有人去養老院採訪佢，想聽聽佢嘅故事。向華玲就好似一個傾訴者一樣，將自己嘅不幸都講咗出嚟，冇諗到講到一半，佢就忍唔住流眼淚。向華玲係九龍皇帝向前大房嘅女，亦係向家嘅2小姐。佢同哥哥向華炎都係由母親葉青所生，但佢哋嘅母親早早就離開咗人世。喺向華玲得5歲嗰年，佢就失去咗母愛，而佢嘅爸爸就不斷咁娶老婆。佢先係娶咗2房林慧英，林慧英同佢生咗4個仔，佢哋係向華榮、向華波、向華國同最細嘅向華勝。向華勝後嚟成咗著名電影公司嘅老闆，聲名遠播。冇耐，向前又迎娶咗田房鍾金，鍾金亦都同佢生咗4個仔，佢哋係向華薑、向華光、向華坤同向華文。向華薑曾經做過演員，後嚟同向華勝合夥開咗電影公司。鍾金嗰陣是年輕貌美，佢仲帶住自己嘅母親同細佬一齊搬咗入向家老宅。最後向前又收咗4房陳學雲，陳學雲冇同佢生細路，但就經常同向前一齊住喺天台新起嘅屋入面。向家大屋入面嘅人口越嚟越多，除咗呢啲妻妾同仔女，仲有5個丫鬟同2個保姆。好彩向家當時超有錢，老宅也亦足夠寬敞，先能夠容納咁多人。向華玲對爸爸向前冇咩親切感，只覺得佢係一個嚴厲嘅爸爸。佢對爸爸嘅多妻多子亦好唔滿，覺得佢冇顧及佢同哥哥嘅感受。向家雖然係龍頭家族，但並唔係富可敵國，社團嘅收入亦要分俾旗下嘅成員，而向前一個人要養一大家人，自然係唔容易嘅，畢竟資源有限。呢個亦就導致咗家庭關係嘅複雜同緊張。就好似向華玲，佢就覺得自己自細嘅生活並唔係好富有，甚至可以講同普通人一樣。話雖然咁講，向華玲作為大房嘅女，都仲算有啲優勢，生活唔至於太難過。而真正捱苦受窮嘅係向華強嗰一房。向華強係田房嘅仔，地位低下，生活艱辛。向華薑曾透露過，佢嘅大家族並唔係一貧如洗，只係佢嘅媽媽鍾金作為田房，
地位低微，性格又極為軟弱，經常受到掌權嘅二房林慧英欺壓，所以佢哋嘅嗰一房嘅人先係真正嘅窮苦潦倒。向華強仲細嘅時候，爸爸向前就因為涉黑活動被趕出咗香港，只帶住四房陳學雲去咗台灣，其他嘅老婆同仔女都留咗喺向家老宅入面。大房葉青已經過身多年，所以二房林慧英就成咗屋企嘅當家，佢掌握咗屋企嘅財政大權，對鍾金更加刻薄同無情。林慧英嘅霸道可以從一件小事上面睇出嚟，就係睇電視。向家老宅有3層樓，林慧英一家同向華玲都住喺2樓，因為佢係大房嘅女，林慧英對佢仲好啲，而鍾金同佢嘅仔就住喺3樓。嗰個年代，電視係一件奢侈品，唔係每個家庭都能夠買得起嘅。向家老宅入面得一台電視，放喺林慧英2樓嘅大廳嗰度。鍾金想睇電視，只能趁住林慧英唔喺屋企嘅時候，偷偷落樓睇一陣，一旦聽到林慧英返嚟嘅聲，就即刻跑返3樓詐瞓。鍾金雖然長年生活喺林慧英嘅欺壓下，但就比林慧英長命，享年85歲，喺2010年過身。林慧英雖然對鍾金好，但佢其實係一個好有本事嘅女人。向前離開後，佢就擔起咗屋企入面嘅重擔，將屋企入面嘅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條。佢亦好識得交際，結識咗好多社會上嘅名流同權貴。林慧英為咗屋企嘅生計，唔停咁奔波勞碌。佢繼續經營住向前留低嘅2間雜貨鋪，亦為咗呢個家顧唔上自己嘅身體狀況，後嚟得咗大病。最後佢到40幾歲嗰陣就因病過咗身。向前對4房陳學雲非常寵愛，但陳學雲喺向家老宅入面淨係住咗一段時間，就跟住向前去咗台灣。陳學雲曾經同向前生過一個女，但係個女啱出世就死咗，後嚟又收養咗一個仔，但到咗3、4歲嗰陣就離開咗呢個世界，所以陳學雲冇留低任何後代。佢一直喺台灣陪住向前，直到向前因病過身，佢都冇返過香港。向前係新義安社團嘅創始人同領導者，佢喺九龍城寨有住強大嘅勢力，俾人稱為九龍皇帝。佢初到香港嗰陣創立咗義安工商總會、義安公司、新安公司同太平山體育會呢啲組織，經過整合就成咗後嚟嘅新義安。向前係黑道大佬，但佢嘅大仔向華嚴就唔想走爸爸嘅舊路。佢係一個文雅有教養、勤學好問嘅人。佢原本靠住自己優異嘅學習成績，考入咗衛生署，成咗一名公家職員。但係向前離開香港後，新義安就冇咗領頭人。向前雖然喺台灣，但佢仍然想控制社團，所以佢就俾向華嚴繼承咗龍頭寶座，成咗新義安嘅2代龍頭。向華嚴本嚟唔願意做呢個龍頭，但佢唔能夠違背爸爸嘅命令，而且佢仲要養屋企嗰一大班人，細佬妹都仲需要佢照顧，所以佢只好硬住頭皮上任。向華嚴係一個有責任感嘅人，佢好似一個大家長咁照顧住屋企同社團嘅事。佢對屋企嘅長輩亦好孝順。1960年，積勞成疾嘅林慧英因病住院，由於病情嚴重，住咗入高檔私人醫院。雖然病係醫好咗，但係亦產生咗8000蚊嘅費用。嗰時嘅8000蚊可以買房啦，算得上係一筆巨款。雖然新義安社團喺九龍城寨入面橫行霸道，做住見唔得光嘅生意，但當時社團入面嘅資金不僅要生意周轉，仲要養下面啲猛人，一時間亦攞唔出8000蚊嘅醫藥費嚟。向華嚴為此仲親自拜訪咗醫院領導，希望可以先俾林慧英出院，醫療費佢後面再慢慢還。但醫院唔肯，唔單止咁，
仲係落咗向華嚴一番。無奈之下，向華嚴低下龍頭，四處籌錢，俾咗昂貴嘅醫藥費，先將林慧英接返屋企。向華嚴可以喺80年代尾將新義安變成香港第一大幫，除咗自身有能力之外，仲要多謝一個人，嗰個就係5億探長呂樂。按輩分，呂樂要叫向華嚴嘅老婆姑媽，叫向華嚴一聲姑丈。當時佢喺警界有好大嘅影響力，曾同新義安提供過好多便利同幫助。1987年，經過臥底揭發，向華嚴被捕，呢件事被稱為龍頭案。好彩向華嚴有個叻仔向展惠，佢係一個律師。向展惠為爸爸辯護，經過22個月嘅牢獄生活，向華嚴終於上訴成功，無罪釋放。向華嚴出獄後就好少露面啦，而向展惠亦接替咗爸爸嘅位置，成咗新義安嘅3代龍頭。洪門嘅各個分支都有自己嘅山頭名稱，比如14K 叫紅髮山，新義安叫太平山，所以大家亦叫向展惠為太平山大狀。向華玲喺20多幾嘅時候就嫁咗，成咗一個富家子弟嘅老婆。男方屋企喺深水埗，係一棟5層樓嘅豪宅。無奈向華玲為佢生咗2個仔，向華玲以為自己嫁得好，可以過上幸福嘅生活，但佢冇諗到佢嘅老公係一個廢柴賭徒。老公嘅爸爸本嚟將西貢嘅養豬場同雜貨鋪交俾老公去經營，但佢就拿住錢去晒冷，錢全部都打咗水漂，最後只能關門大吉。佢爸爸對佢非常失望。1997年，向華玲嘅老公過身後，佢嘅爸爸將所有嘅財產都留咗俾佢嘅細佬，向華玲一家一分錢都冇分到。向華玲就咁樣失去咗經濟來源，仲要獨自養育2個仔，但係佢辛苦咁將啲仔養大。喺晚年，啲仔竟然對佢好冷淡。而家向華玲只能一個人住喺上水嘅公屋入面，佢有時甚至有輕生嘅念頭。好彩龍頭家族嘅第2代人仲算比較團結。向華玲有2個妹，一個叫向華嬌，一個叫向華麗。向華嬌每個星期都會嚟探佢，而喺所有嘅兄弟姊妹中，最令向華玲感激嘅就係向華強。佢話每次見到向華強，向華強都會從袋入面攞出幾萬蚊，叫佢安心過日子。作為龍頭千金，而家變成咗孤苦無依嘅老人，諗起家族嘅過去，反而成咗佢心中嘅美好。